白梅跟我说，这电影是写那个三北防沙林的那个造林的那事儿，就是说到我的点了。因为我爸爸就最早那批做三北防沙林的那帮人，从勘探地形开始，就是这个沙漠里边看在什么地方合适，然后后来育种。那个时候这个条件都很艰苦嘛，所以就大概这个里边弄了两三年就得病了。我7岁半我爸死。我很了解他们付出了什么，付出了青春，付出了生命，大概几代人这样做。再一说这个，我觉得哦，可以写一个东西。我们俩都是在外地生活了那么多年的陕西人，说这个歌你要认真的要写，要表达出那个我们的那种感情嘛，给父辈跟自己的家乡一个纪念。所以我选了《赶生灵》。陕北民歌最经典的曲目之一，整个音乐的配置呢是有点世界音乐再加点 hip hop 嘻哈的那种色彩。然后说唱，我用陕西话来说，我从来没有陕西话写过歌，甚至于这十几20多年，没怎么说过陕西话。我当时唱的时候没注意我唱的，我让我的魂魄回到先人们睡着的原上，我唱成睡者的原上，睡者和睡着，其实字儿是一样的，但是读音意思不一样，因为。陕西人说老人走了，说他睡着了，所以又改那一个字，把这一个字重新录了一遍。其实这个歌可以理解为一个是向家乡和父亲致敬的一首歌，因为在我的心目中，家乡就是父亲的样子。